没有之一，知道吧？全国最有名的，所以里面 Test One、Test Best 就是九寨沟，投入最多的钱，做最好的事，收最贵的门票，迎接最多的人。这九寨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，反正以前地震之前有个7点多级地震死了好多人那次，后面好像修复了吧，好像现在风景还差不多，还是可以。现在风景没有怎么变化，还是游客还是这么多，但遇到经济的问题吧，可能经济不好一点。哪里呀？他上面不咬人呀？不咬人，他生病了嘛。介绍一下永吉、杨秀儿，小罗，是戴宗，翁博，是歌唱曲征，这个是走马初，这个是雍真，这个是丁卓，这个是雍二，雍真的妹妹，这个是他对他不是我的沈波。这几个都是，这个是兰卡，这个是吴京，这个是这是有走马初的弟弟，这个灯子，这锅子，锅装五发烧友，这塔嘎，这老福。不要搞了，这儿土了。我讲一下。对吧？脚，推推。你把它放在地上吗？不行，他找我啊，他找我。行了，我没电了，把它摆在那这。他就会过来问他的爸爸去哪里了呀？他又找我嘛，他只认主人。撞到你了，你看看，差点把你撞着了。
点掉了，这样的话他会害怕。手机差点掉了。不能打他。还有一首歌曲就没有了。应该是最后一首。跳一个长的算了，跳个多点行，跳个9分钟、7分钟的。新歌吗？搞事儿王吗？哎，什么时候来的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想不出来了这个。小学就小学了。挥手，现在挥个手。搞事儿王，哎，太短了，才1分50秒，还2分钟都不到，要跳2次，太短了。还有一次，再来一遍。是吧？结束了。结束了。9点钟了，9点了。唉，来不及。结束太早了，9点半有点，7点半也没开始，8点多才开始。哎呦，对了，那个交给罗桑他们拿过去了。有临时那些。小李叔对面那边跳不跳？啊，那边应该跳吧，那边可以跳。哎，皮筋掉了，皮筋掉了。什么？哦，东西掉了啊。不行。那我们去那边等你们。好，走吧。我把那个给老师说一下吧，他那个韩国的叫什么？我再说一下我把那个韩国，那边你去拿嘛，你自己拿嘛，自己拿啊。拿过来吗？随便拿嘛，随便拿，这太多了吧？你拿一点自己嘛，拿点自己的。下面很多。什么呀？韩国糖的、吃的，全部零食。张叔叔，你去这边拍照。可以啊，一会儿去吧。我要。你拿嘛，拿一点。上面还有不止这种，有很多种，上面有其他的。你又是看清楚了？不知道，没有清楚了吗？清楚吗？现在看得清楚来了的嘛，在后头。来的比较晚嘛。我在后头，你带相机没嘛？我带了的。哦，你音响带的吗？音响带。他们小朋友拍的。这个是在干嘛？真的。哎，你把这个花花菜丢去了。来，给我吧，给我。
好，妈妈给我嘛，给我。实在是抱不住妈妈来吧了。，来吧，老师，你不能一直抱，一直抱的话很重。哦，这勇气可以的嘛。哦，他们这个比较。你确定没走？哎，太多了。可以的。就是受欢迎的程度，我们可以看到了。给你们不就得了吗？就自己拿，自己拿，自己拿。把那些小朋友叫来，自己拿吧。把它分了嘛，然后大人也可以拿，跟他们分嘛，很多。今天来的小朋友不是很多，昨天有20多个，自己拿嘛，自己拿。哦，全是糖啊！好，好嘞。啥地方？就嘛，这还在拍，现在还在可以。叫他们小朋友自己拿了，然后他们自己瓜分完吧。今天来的小朋友比较少，大概10个左右吧，昨天多一些。昨天跳舞将近20多个，前天更多。哦，没袋子哦，然后你自己找嘛，那儿不是有空袋子吧？那个找一下吧。黑袋子，哎，这个黑色袋子也可以装吧？自己你们就分嘛，他们自己分吧。这个今天来的小朋友有点少，有10来个左右吧。大人也可以吃吧，反正就是都可以吃。就是如果没有通过团队跳舞的话，有点感觉有点仪式感，可能缺少一点。这小朋友大小还有都可以。我们家学校楼下那个店给我的，他拿成本价没赚钱给我，反正便宜比外面便宜一些，就是他和我老婆关系非常好。好吧，走吧。我在西中了。这边拍照的太多了，跟拥挤合影的太多了。拥挤一走就亲戚就。也很多的。OK， 我走旁边去了，旁边商场去了。小青兔对可爱，可爱太多了。Hello。完了，你看这么可爱。这还在拍照，还有这边光线也不好啊，我的手只能说你看到我。一个个的。看小楼那些都很受欢迎，是不是啊？耕织也是啊，很多老家的这些兴隆的那些各个地方来拍照了很多。我们重庆过来的，重庆过来的也不远。喂，下一个看，要洗。好，行。这没有，他们过来还太多了，对啊，走不开了。喂，那我先去商场里讲，这个协景
协警和辅警警察的这个标记的头肩上那个是破折号那种，有两个，它不是竖的那种，那个就是竖的话那种就是警察，这个辅警就是协警协助的那种，就是正式的警察一个月拿7、8千、8、9千，协警的话一个月3000到4000块钱，就这区别，也就是收入的区别，还有执行权的那种。收入差个几，以前成都市政府招收那个协警、辅警嘛，辅助警察，然后一个月收入是3880，3880包吃住，5险1金，5险1金。现在不知道价格，现在有可能降了吧，因为现在政府没钱，都在降薪，有可能会降一些。我过去看他们找，他们要清楚和那个梅梅要拍一些舞蹈，一般他只有星期5、星期6才有时间，平常要上课嘛，周末的时候才有，周末的时候要跳一下，平常也没时间跳舞，因为距离现在也要期末考试了嘛，我们家里也要考试，下周好像考了之后。我们去港澳台呢，本来去新加坡的，我不知道我老婆怎么安排了，我反正不去了。我说我这边要5天要给你们拍那个，所以我就不去了。他说他没事，他把他姐姐，还有姐姐的孩子，他们2个，就把他爸妈叫上去玩。我说你去吧，反正我以后我单独和我们家那个又单独去，再去日本啊、新加坡那边去玩。Hello， 找那个小朋友。